手指公咧係放喺食指同埋中指嘅第2節嘅位置嘅。然之後用食指同埋中指嘅拳眼咧做一個接觸點，係啦。咁呢個動作我話係空手道入面最容易嘅動作。呢個叫手刀啦，我哋呢個動作係會配一個叫做貓捉嗱，就好似成隻貓咁樣啦，好有力、好輕、好穩。好疏。呢個嘅運動或者武術啦，有一個傳統就係會做啲開堂禮嘅。我哋開完堂之後就會做一啲熱身啊、跑步啊、跳動嘅一啲喐動啦，然之後做一啲伸展啊。好，預備。咁然之後就會開始落一個叫做空手道嘅基本動作，即係包括我哋學習到嘅啲出拳、踢腳、擋嘅技術。擋出嚟，OK。好，準備啦。而重點就因為我哋係有啲正念嘅元素嘅。正念咧，其實係一個叫做你當係生活上嘅態度啦，或者一個叫做思維啦。我哋其實對於自己有幾覺察自己嘅身體狀況，可唔可以控制到自己身體，連結翻自己嘅內心。咁我哋會有個放鬆冥想嘅環節嘅，我哋大家慢落嚟去聽你內心嘅一啲聲音啊，去留意自己身體啊，覺察自己咩情緒感受。大家都知都市人講求係咩咧？就係效率。咁我將時間交俾你咯。當你透過你嘅視覺、觸覺將佢打爛佢嘅時候，從而去淨化到你心入面嘅一啲不適感，再去突破你啲心理關口咯。所以其實空手道都有一啲嘅地方係好叫做相輔相成咯。我話同正念方面。因為我哋成日講就係一拳一心，正念呢樣嘢係令到大家可以更加穩住自己內心入面嘅力量，唔好咁容易俾一啲唔同嘅事物拉走咗，就好似一個叫做暴風圈入面揾翻一個穩定自己嘅力量喺度咯。